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日嘅日頭下日講講。講到學校先生一隻紅日，會想到乜嘢呢？春風化雨，體育英才，高土有風。聽起來真係當好聽又本人尊敬呢。不過啊，捱到嘅日講字，要學校做先生，啥做到安尼嬌嬌羞羞、偷偷捏捏。伊喊講啊，無才之家係客家中嘅一等精。結果實寫唔出紅日嚟啦！到底係發生乜嘅事情咯？掉落去談看啦，就知了。你條哥啊，你做乜嘅條路嘅啊？我係客家得罪股嘅演員。哦，大盤客家粉咯，很好，真嘅很好，我唱嗰樣就好嘅啦。你講字啊？做乜客氣咯？你做哪行嘅咯？我哦，我排泄講。係喲，佢怎樣不分貴賤啊？有乜好排泄講嘅咯？唉，這世界上嘅職業咁多，因為偏偏我就行岔路，我做到一行啦。行岔路？嚇，你做車嚟哦？唔亂講話好冇？我數腳真冇按拉心啦。咩？咁算係做哪行嘅咯？我哦，你跟人夾講啊？我做先生啦。做先生哦，佢今日去裁縫哦。我做先生。啊，教書先生哦。世上地位人，係咪睇上做馬本躺到用個實啦？好，啲教書先生嘅正業，當過霜啊，做乜頭頭nhiệm啊？上頭擺，上計量時，我咩按樣上嘅啦。嗱個計量時，你啊咩限按樣嘢當過霜啊？唉，像那種啊，按鹹嘅想法啦，一出到幾年，我辦行來一位轉學生，真開始改變呢。轉學生，新同學。幾年啦，夾尾啊，就要家長親身攞佢帶到我面頭前。哦，大家互相熟悉一下。先生，我要睇阿明姑當乖哦，請漢拜哦，一天都多多照顧佢哦。你啊家長啊，以後去啊。唔放心啦，我一定會啦。係啦，你係做先生嘅責任啦。先生，根本你係我阿明姑嗬，貼拜來到亞位，我係咪做得坐到教室後背看啊？你啊當槍要排泄也可能有得冇馬防騙哦。哎呀，你啊做家長嘅哦，就唔是按炒飯啊。先生，我唔好教抄唔上課啦，我就坐到後背嗬，點點去看啦。唉，結局啊，雖然係閒事，做野外嗬表唔落實，也係言之尚淺啊。乜個年紀閒事啊？我係教高中呢。阿妹哎，讀高中嘅還用報復啊？王太太，我啲人嗬當時日拉嘅啦，不過那樣坐到後背撞電嗬，真嘅冇乜方便呢。嚟啦，有人哦，真唔方便啦。嚇？有乜嘅冇方便啊？嚇？你係咪想欺負我拉啊？我老教長講哦，我前媒體開記者會哦，讓我注意到嘅嚇。哇，做乜好點入戲我面啊？我一看哦，做唔得，好啦，跟住就坐到後背點點嘅撞電嗬。乜計啊？唔就係用孫家怡哦？係冇用嘅實啦。我上課呢，哪有時間脾氣吵啊？你啊也係啦。幾堂啊，上係數學課。王太太啊，自家就擺一張凳呢，坐到教室嘅後背。我先攞全班嘅同學呢，小課介紹一下黃少明嘅同學。沙丁啊，就攞佢安排到最尾一排，話充滿了威向坐得。你家咩黑強調啊？開始上課。結果啊，上課上冇結局啊，王太太啊，有話講嘅呢。點樣啊？先生，我拉要勸4年呢，係咪做得攞佢排到下頭前地位啊？哦，勸事哦，做得啦，跟住安排一下。怎樣嘅安排啊？佢拉嘅180公分，100公斤，像嗰啲泰山樹樣嘅，坐到幾像山樣嘅，係我同學一樣夾實啦。有呀，我一樣向係我同學嘅權益啦。哎呦，後輩同學考唔到，唔好小考嗰種3一下嘅，佢死得安太年咧，還有人教哦。大呢，你還好意思訓人咧？我不講咯，根本日嗬，你唔讓我拉嗬，排到頭前3排，我就攞教長講，我就開記者會，攞嚟試看地位嚇。又來了，像你記者記熟一樣嘅咧。係啊，當冇簡單啊，留 V 嘅問題安排好誒，做得上課咧。
总算做了上课嘞。上完5分钟啊，也王太太有意见的啦。你又讲嘛该咯？先生，你搞个呀东西吼，我来呀都补习班早就上过的啦。你咪做得搞到个新的东西啊，冇痛夹嘅时间呐。那王太太啊，跟其他同行有个啥哈？跟其他同學即間冇神忙，怪萬人呐。哈，望人離路出。哎呦，先生，你看一天時暗夜，人家教室哦，也冇撞冷氣，哎樣個來哦，冇法度上課呢。連愛你都會怪煙哦。哦，先生，你看人家個北京腔哦，講到按標準，我看我來嘅湯冇呢。啊，哈哈哈，笑死人！連講標準的北京腔都有事。先生，看人家對面呢，嗰個粗頭夫啊，粗死人，整件粗胖胖嘅呢，係咪做得很叫做板房啦？好嘞，來第一題咧，哈哈，原來那個家長啊，就咧哈最流行嘅，按到啊怪出家長，又按到啊出神奇家長，因為都啱嘛，啲生意咧順便啊，滴滴賺保護啲生意咧，完全唔曉得啦，表述本生意咧之間有成長嘅機會。講嘅一系列就唔愛查，對今日開始啊，我啊就唔係一個先生咧，根本變到夾來私人保鏢。啊，又唔係講啦。逐早晨6點啊，我留夾來嘅 morning call，上課嘅時間啦，我留佢準備早餐。佢遲到嘅啊，係我試茶去載佢；下課嘅啊，係我用茶送佢去補習班。像人來又溜。我對我來就冇按好哦，今日早晨8點鐘啊，就打電話來啦。先生，阿明姑吼，根本你當場有啲寒到哦，麻煩吼，記得喺佢食藥嘅哈。好啦，好啦，咁然就記得提醒佢就好啦。10點鐘又打一通電話來咧，先生。你要係我來嘅，記得我食藥嘅冇啦。有啦，王太太唔放心啦，放心啦。我哋家長嘅手提都冇啦。當主12點又打一通電話來咧，先生，當主嘅哦，要記得向阿明姑食飯冇，食飽飯我記得向佢食藥嘅哦哈。我哋家長實在很期待啦。我講啊。拉拜嘛哈，王太太，我咪要我這個私人嘅身份呢，我咪要其他學生要照顧呢。那個24點鐘向人照顧人來吼，你總之請佢使用你嚟照顧佢就好呀。再樣還有，我真係擋唔掉的啦。這個乜點天嘢啦？冇想到，佢竟然冇反應呢，一上安固就冇，就老天發咔哧刮鐵的。我啷個？兩種人結局啊，就講惡人。過冇2分鐘。我接到告狀嘅電話。乜個事情？車先生，nhà bạn hông王秀明嘅媽媽喺我提醒講，我提醒佢來記得食藥嘅哦。連告狀又被bắt到了，好傷得啦！我當好奇嘅就講，你話王秀明哦，今年表現都樣乜嘢啊？其實今年以後啊，就會搭上哦冇乜嘅朋友。又乜樣咯？拜託，要嘅人阿妹，乜人咁攞佢做朋友啊？有人。平常時啊，都學教一3年1點啲哦，最多就讓我講話聽聽啦。係啦，你係講決心啦。唔過喺功課方面表現都樣乜嘢啊？功課老師講咩以後一站到哦，佢複習本佢嘅功課壓力當重呢。佢講哦考唔好，佢咪咁多複習又叫又鬧呢。係是，對你生愛對你死啊！就係你，今日就出事情了呀！出乜事情？就學教咪要考嘿，跟住書冇讀好，又驚考唔好啊，結果啊就偷看隔壁同學嘅考試紙，哇！才當場本人殺到嘅啦，今日也冇乜法好講啊，就承認嘅呢。那承認就好判嘅啊！好判？唔能樣個判啊？喲，咁樣個判就樣個判啊，同啲家長啊！哎呦，唔敢喎！咁要乜嘅唔敢咯？冇人聽見啦，嗌來嚟一個。唔能樣老佢講？乜？樣嚟講？嗌出嚟講啊！黃太太，nhà來嘅嗬考試作弊。咩你作弊啊？咩你作弊啊？唔好冤枉我來哦！咩冤枉佢啊？嚇！佢當場殺到位呢，這唔是嘢呢？嚇！我來當乖呢，因為有可能作弊啊！一天喺隔壁嘅同學哦，啱我寫本佢看呢啦。係寫嗬，就喺隔壁啊，本佢偷看嗰個同學啊，偷嗌嘅啦，講嘢往上面啊，偷看人考試紙啦。嚇！了白啊！先生，冇啥，也就冇教大家講，做人一講。
嘿，安样的事情有把个义气好讲啊？哈，先生，我就唔相信从来冇做过弊，你凭乜个装下来啊？那咩唔相信一下嘅哦，侦探到个献技冇危险，做嘛唔去做记得啊？哈？好嘞，唔讲法啊，唔使个插手去啊！我諗到，nhà來啊，作弊本人殺到我嘅天咧，我要記佢一隻泰國。哈？你見下來太高，先生，冇生你就唔驚因果報應嘿。王太太，我已經讓你講了10多分鐘嘅話，呢種報應係唔拉氣。哈？唔敢按樣老係講法，唔敢按樣老係講法，唔聽咧，唔改事咧，我老教狀講，我請媒體，我開記者會，老係好先得。咩？開記者會出嚟開記者會，虎怕虎，咩咁乜嘢？哦，都當係兩殺炒到當急先嘅時節啦。誒，咁嚟都順風就講法嘅呢。nhà來幹嘛咯？先生，一年做事一年當啦，要不然我作弊捱唔錯嘅啦，唔可以份捱尾啦。記好，哦，每次都這樣，那記過就記過啦，我喊拜唔幹嘅咯。講到冇？你一來就比佢還曉得還明理哦。係啊，我就講，黃少明啊，冇相干啦，人講啊，地錯能改，山望太遠，下禮拜冇按樣嘅哈。好啦，呀事情就圓滿結局咧。夾尾啊，都順風面謝謝啦，還講法嘅呢。個nhà來都認錯咧，還有乜法好講咯？先生，你看我來很乖哦，做唔錯事情啊，好按勇敢承認啦，正經很像個華盛頓哦，我吼有隻建議，乜個建議？你係咪做得開隻記者會，做乜啊？表揚一下我來啊！你聽下，熱講講。今日日講起，我老大家講嘅老古人就是啊，講人純屬命心肝。講人春秋命心肝。錯，一句話意思就是講啊，講法做事情要憑良心。憑良心，我係唔係唔錯啦。不過良心呢個東西馬上看得到啊，就算做冇良心嘅事情，又有馬上會定咯。就會因為騙人看唔到，古書上講啊，講人純屬命心肝，而自家反省自家，看有做乜個違背良心嘅事情冇啊？哼，你啊是係人講嘅自由心境，該將正經係死無對勁。阿秀，他唔講法口氣，你有冇講種對人性充滿嘅懷疑啊？哈！唉，冇辦法，我阿婆對我嘅影響太大。你阿婆？錯，阿婆佢最想講嘅一句話，本愛對良心，唉，冇信心。你阿婆都在講乜嘅話啊？哈！你良心本就是睇咧，媽講乜？你良心本就是睇咧啊！佢做乜嘅要講樣話？佢做嘛嘅對按用人講啊？比如講啊，佢菜市場買菜，菜挺貴，佢是比你買菜嘛。阿妹哎哦，你良心本就是睇咧啦，唔敢得罪人哦。多擺違規本警察可以罰單，佢是比你警察嘛。阿妹哎呦，你良心本就是睇咧啦。哇，很好擔哦。讓阿公染假離婚，佢是比你阿公嘅皮控嘛。你良心本就是睇咧啦。真正做錯嘅呢。羅武大唔下，因為搬出去，佢是比你挨辦嘛。你良心哦本就是睇咧。係哦。就連啊社交硬不跳唔拄好，啱公判量上超多機，佢都做得開罪嘛。你良心本就是睇咧哦。哎呀，你咪啲啊！當然啦，我知咧，阿婆身邊所有嘅良心都本叫為識得咧。係啊，就因為安樣，我話到天下人都冇良心。既然冇良心，用咪就得講憑良心來做事，憑良心來講咯。翻去做唔得按樣講啊，阿秀，你知道冇？一冇聽錯嗬，問題就出到阿婆嘅身上哦，係唔係夾嘅想法嗬，就老你冇窮樣啊？憑良心來講，我咪話到安樣嘅。你按樣想嘅啊？係啊，講人春秋命心肝，賣菜賣不馬沙都強榮嘅家事，
咪唔係買機 TP 貴啊？有道理，嘅順茶咧。違規本來是應該開罰單，警察人唔係跳跳親嘅麻煩。跟你阿公啊，其實哦，我阿公對我阿婆都好呢。哦，哪個事情都讓伊，人家從頭唔係我阿公嘅唔錯。跟你爸爸咯。吼，聽伊烏下聽講聽到伊係阿婆，哦，怪伊搬出去講伊冇良心嘅人係阿婆。哦，你講伊多大樣嘅山哦？勇敢事，唔好挨哦。係啊，你講啊，你講啊。挨講哦，最好嘅辦法啊，就係啊，講人純屬命心肝。各憑良心啊！講人純屬命心肝，任何嘅行為做法，聽出嚟就自己嘅良心。係講啊，你嘅良心，伊嘅良心，大家嘅良心，是像我阿婆講嘅，本家是睇嚟啊！按照社會都係萬難係無性食品，聽我講咁樣嘅無語，行到路行都係冇安好心嘅人，哇！唐一倫係咪當地人講啊？所以觀眾朋友聽錯嘅記得，各人純屬命心肝，接下來我命令我良心就是春餐歌會帶來非常好看嘅內容哦，大家來看一下。高山动荡做木冲，李家实力莫平long。富财青山有难请，福家种竹命上龙。记得行山是一棒，落来得子按命富山龙。这个富山龙，一上来好命二空冲，跳那睇睇年時風，鋼跳落石長波上。1歲2歲不離央，3、4、5歲愛教郎，6歲7歲教跳王，8歲9歲入學堂，10年苦讀小漢中，3年日考上片梁。前通白撇羅祖宗，後通白撇欽拉娘。拉上機日跳大盤馬，愛上機日摘大樹儂。該跳馬兒幾麼愛，但唱愛穩重老樹儂。出門時節6月半，寒流木落濕了心裡傷。兩年來到榕樹下，打開山兒來攀梁。忽然間，山下弄出日跳大西浪，一隻大西浪，白浪速度日幾漸，鬼心大爽血隆隆，看到富山浪，其實目之錯了開上當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那個公子救命啊！有人打獵愛眾啊！救命！恩情相過情相擁。我看你安彩個非常痛心想幫忙，不過你嘅書生，我用辦老你來幫忙啊！你識落去幫得白浪街基建，hand長簽得地方本愛狂。哦，好，三浪逢時愛幫見。細浪同道橋也有橋樣，突然間人人同道橋判工，哎呦喂，阿妹哎，公子啊，你做得本愛狂的你該樹儂麼？哦，做得啦，三浪打開大樹儂，老兩隻細浪入皮狂。家裡樹下讀書並了亮，莫結交兩年병叫對西浪，行到大樹下看到富山浪。獵戶朝門講，家門也計讀書浪，咁要看到日跳大西浪。我跳下又看到日跳大西浪，佢走去南片跳落去界太平港。這都唔是。獵叫會定樹浪陪，西浪江到心慌慌。獵戶騰前富山浪，撩叫起簽太平港。
三龙打开太树窿，变出两条太西龙，看比走北偏还走南偏，你就不会扮鲁莽。哦，新梦意。哎西郎看到顺头冇拍沙，颠倒去了百姓窗。我讲公子啊，我是有3日冇血汤，要到都市变白弄，俩穿那个冇好血，拍拍要死长染房。那个鼻孔渐渐当为皮皮到你界硬肉食菜香，含家你就本爱做一寸，爱会慢慢食来慢慢上，讲阿铁，其实我成成恶卡卡，不开机嘅浪鸭嘴，愛勾負心窿，心窿驚到面懵懵，帶上挑戰講。為你是寶沒人懂，唔過我有話愛講，做人靈動比何快，按將手保冇天亮啊！西郎顛倒對三郎，嘿，你唔是師傅喺硬當啊！我愛姓你莫家講阿鐵。西郎熱出3尺高，春出離走，愛茶醫生呀！三郎想啊，這下是無命，今年考錯冇希望。忽然間，行到日上太通上，有行到倆叫警判講，西郎戳下鏡，行到懵空空，沙沙佢再講。我跳下講小強人了，兩下很愛你幫忙。三郎打開太樹窿，有本西郎你皮狂，冇結叫打入界人多轉來，倆叫警牌解樹窿，倆人出門扶三郎。我講公子啊，我跳下千片太平講，根本千魔太西郎，獵狗皮皮，有多轉來，見陪你嘅太樹窿。到底西郎狂地內，拜託公子就説同我講。你愛千雞跳太西郎啊，叫做狂賭倆隻太樹窿。這個扶三郎，留倆樹窿，群起來，腳骨熱了，踢出雞跳太西郎。壯年前年雞跳太西郎，上個群年正跳講，講年出身高三講，賣到中途隨時衝，倆潮氣大西郎，教愛你，你先上海就難養，叫你莫叫惡西郎，叫到快你莫下爭，按將小婆莫天亮。老古人語講啊，一種一推山海水，一帆一福少人心。今日嘅大主教賣嘴法，真正係印證了一句老古人語。太突然嘅點點多多嘅快西郎，差些就攞書生吞落肚哦。好等呢書生花香為你。觀眾朋友啊，你呢有時間就會讀到安尼快心講嘅人。希望觀眾朋友永遠冇讀到安尼像惡西郎咁樣嘅快人咯。做得大擺歡歡喜喜，準時收看愛到嘅日頭下日講講。